主后2024年10月28日，每日圣安宫读经，做上主忠实的代言人。圣经咱做来听读，耶利米书37章第1到21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设立约西亚的囝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囝约雅斤做犹大王。毋过西底家伊的人神甲全国人民毋听趁上主通过先知耶利米讲的话。西底家王派示利米亚的囝犹甲、马西亚的囝祭司西番雅去甲先知耶利米讲：请你替阮祈求上主，咱的上帝。迄时耶利米还未互人关着家，还会当伫人民的中间出出入入。各位讲耶路撒冷的巴比伦军队忽然撤退，因为因听见法老已经派军队对埃及出发。上主对先知耶利米讲：你甲因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你着甲派恁来求问我的犹大王安尼讲：你看觅咧，遐个出来要援助你的法老军队会撤退倒去埃及。巴比伦的军队一定会过来攻打这个城，甲伊占领，放火烧。上主安尼讲：你毋通自我欺骗，想讲巴比伦人一定会离开恁，其实因袂离开。就是讲，恁甲来攻打的巴比伦全军拍败，剩一寡受伤的兵仔，因嘛会对营房起来放火烧这个城。巴比伦军队为着要闪避法老的军队，撤退离开耶路撒冷。耶利米就对耶路撒冷出发去便雅悯地区，要伫亲族的中间继承伊的产业。伊去到便雅悯门的时，哈纳尼亚的孙示利米亚的囝守卫长的官长伊利亚甲耶利米掠起来，讲：你要对巴比伦人投降吼？耶利米讲：你黑白讲，我无要去投降巴比伦人。毋过伊利亚毋听，甲伊掠起来，交互官员。遐官员拢争起耶利米，就甲伊拍，甲伊关伫宫廷书记官约拿单的厝。迄间厝已经改做监牢。因将耶利米关伫地牢几若日。西底家王派人去甲耶利米带来，伫王宫私下问伊：上主敢有甲你讲甚物？耶利米应讲：有。你为互巴比伦王掠去。佮甲西底家王讲：我有得罪你甚物，也是得罪你的人神甲遮的人民，你竟然甲我关着监。遐个对你有言讲巴比伦王一定袂来攻打恁甲即块土地的先知，呾伫倒位？我的主，我的王，请你听，允准我的恳求，毋通送我搁倒去书记官约拿单的厝，若无我会死伫遐。西底家王就下令，甲耶利米拘留伫护卫队的埕，逐日对饼店家摕一份面包互伊，直到城内的面包拢食了了。耶利米就安尼一直互人拘留伫护卫长的埕呢。做上主忠实的代言人。历史是一面互人反省的镜，假使人会记得历史的
悲惨教训，就当避免真侪无必要的灾难。可惜，人真爱记取教训，拄亲像即几年世界搁发生真侪件的战争，不断重蹈历史的覆辙。我的乡亲是温群伫祈祷的人，逐工透早起来为囡仔祈祷，为教会牧者和信徒祈祷，为国家祈祷，也为世界和平祈祷。我老爸常常讲，咱爱为国家甲领袖祈祷，安尼咱才会当有安定的生活。我谨记伊的教示，所以也介意伫清早起来读圣经，甲上帝话抄写落来，诚侪重要的提醒。先知耶利米有真侪值得咱学习的所在，其中一点就是以温群拍拼，甲上帝的话记落来。耶利米安尼做，是要提醒王甲同胞及时回头，勇敢敬王却毋接受，也因为伊的背逆，甲国家送往悲惨的命运。今仔日世界也有真侪国家陷入战乱，就是因为遐个国家的领袖拒绝上帝的话。今仔日的经文记载，耶利米忠实传达上主的话，却遭受迫害，这互咱看到当时以色列人是偌尔啊背逆，对顶面到下面拢拒绝先知所传讲上帝的话语。耶利米提醒的，就是爱人听上主的话，对罪恶中回转，免得受审判。可惜每一个时代，拢有人中途覆辙，想要用家己来取代上帝。到今也有真侪人拒绝上主的话，毋知影这将为家己带来痛苦。对耶利米书的中间，我看见耶利米诚恳甲忠心，伊时刻想着上主的子民，甲因徛踮做伙。就算伫危难的时刻，耶利米也无想过要逃走，还苦劝同胞爱听叹上主的话。耶利米清楚家己的使命，伊要留落来照顾遐个需要伊鼓励的人。伊也写批，互遐个受掠去巴比伦的人民，爱因伫当地好好生活。终有一日，上主要带因回归故乡。因为耶利米一再谴责人民的罪，因为安尼互同胞痛恨、孤独、忍受、累骂。伊甚至互关伫监狱，几若遍差一点仔就互人害死。虽然伊捌咒诅家己出世的日子，但身为先知，伊只有一个清楚的使命，就是要完成上帝所交代，其他的代志已经无啥重要。对过去到现在，牧者也常常是孤独的，因为传递上主的话，并毋是亲像蜂蜜遐尼甜，是亲像食苦胆。当牧者看到教会队落遐尼姊妹过头追求世俗，忽略信仰，就会用上主的话提醒和鞭策，却也常常因为安尼遭受言语攻击，甚至可能受改聘。就算是安尼，圣经中的先知是上好的模样，提醒牧者爱一生做上主忠实的代言人。默想，我是毋是有亲像先知耶利米安尼的勇气？就算面对有权势者和人群的压力，也会当大胆宣讲上帝爱我讲的话。我是毋是有亲像先知耶利米安尼的勇气？就算面对有权势者和人群的压力，也会当大胆宣讲上帝爱我讲的话。咱做伙来祈祷。
上主啊，求你赐予我亲像信仰前辈安尼不断祈祷的信心，赐予我亲像耶利米安尼的勇气，让这世代勇敢讲出你的话，来见证这个活泼的信仰。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